喺現今呢個透明社會，其實我哋好多時唔淨止係一個觀看者，我哋分分鐘都係一個表演者。喺陶輝呢個新作《辛苦》當中，我哋見到一塊大得誇張嘅手機銀幕，而佢背後就有一個人形木雕，辛苦地支撐住呢個熒幕，揭示咗呢種東亞特有嘅網紅直播經濟當中主播工作嘅現實同辛酸。都喺呢個高速發展嘅時代當中打拼嘅個體縮影。你們的觀看反過來也定義了我。片中嘅主播自如地穿梭喺電視機嘅內外，其實就好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遊走於現實同虛擬之間。草根大眾嘅掙扎，放諸四海皆同。希望喺呢度，觀眾哋日常生活當中嘅壓力同埋辛酸，都可以有所共情，可以得以抒發，有一個抽離嘅環境，重新去審視我哋生活當中嘅種種。